開始啦。飛飛嚟嘅。我而家呢個人咧攞條視米攞唔到啊！見到佢攞住卜棒嚟擺個八達通去俾錢嘅啦，先見到啊！而家敷咗就係2點幾，走啦！而家敷咗。Radar K. Radar K.
K. Rad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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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. Spot list alarm.係啦，究竟點樣搞到佢哋會覺得哇，上啦教授嘅堂其實咧原來好豐富㗎，唔係淨係坐喺度聽一個 lecture 咁簡單。即係調翻轉頭就係話，當你啲嘅文化要去 top down 嘅時候，你點樣俾個機會下低嘅同事，俾佢哋有機會係可以貢獻翻出嚟，或者令到佢哋覺得啊，我好明白，我好 powerful 呢一個文化，我想又喺我下低，我做翻啲嘢係貢獻翻俾上面咧。頭先舉個例子啦，就話其實物管同事都係啲好前線嘅同事，有或者好基層嘅同事，但係其實咧，如果你諗下啊，如果佢有一日發覺啊，原來公司呢一個嘅一個咁樣嘅設計，或者呢個咁樣嘅創造出嚟嘅一個產品，其實係由我喺當日喺我前線嘅樓盤入邊去同個客戶去傾偈嘅當中，發現咗呢一個客戶聲音，由呢個客戶聲音去傳送翻俾係上面公司嘅管理層，最後尾原來可以變咗件產品出嚟嘅時候咧，雖然唔係我設計嘅，唔係我設計㗎，但係咧原來我係喺嗰件事入邊咧，我就會覺得啊，原來公司都會好，第一會好 treasure 啦，即係會覺得好珍惜。同事做翻嚟嘅嘢，第二就係話，我會覺得哇，有呢件產品去發明咗出嚟啦，攞埋專利喎，教授。其實咧，我係有份咯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。呢句説話好緊要㗎，佢冇份。你一定要令到學生都有份幫我一齊教書咧，因為如果有個例子，點樣佢會覺得佢有份幫我教書啊？咁咧就會有一個拍案驚奇嘅感覺。咁不如呢個嘅拍案驚奇有啲咩驚奇咧？我哋留翻咧喺下一節咧再同大家去分享。其實呢一節咧，阿 Jenny 都帶咗一首嘅歌喎，不如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好啊，其實首歌咧個名咧就好簡單，就係 Try Everything。咁其實點解揀呢首歌咧？其實我覺得好同我哋即係一路講就係我哋公司嘅文化係好吻合，就係當我哋要去創造好多產品出嚟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要嘗試，不斷嘗試。但係不斷嘗試嘅時候咧，最緊要就係你一定會有可能有挫折啦，或者有啲大家最緊要。阿 Jenny 嗰首歌都幾天台啊！唔好放棄，係啦，唔好妥協。咁咧，你一定會有機會係成功啊！咁其實呢首歌講緊嘅就類似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咯。Try everything 啊！
牌。by Cosmos. Muted by Cosmos. Muted by Cosmos.香港電台新聞報導。下晝2點半，由鄭浩景報道新聞。消息指，本港今日新增大約1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，包括9宗輸入、5宗本地個案。本地個案之中，4宗係同之前嘅確診個案有關聯，剩得1宗就係源頭不明。本港尋日新增8宗個案，累計確診個案有5444宗。政府4間社區檢測中心今朝早投入服務，其中一間位於元朗市東社區會堂嘅檢測中心，早上出現排隊長龍。有市民話因為需要返內地，所以預約嚟做檢測，認為措施好方便。有做檢測嘅市民就話預約同即場登記嘅人排同一條隊，一度出現混亂，亦都有人話要親身攞返檢測報告唔太方便。負責呢個檢測中心嘅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表示，首日有大約370名市民預約做檢測，佢話會同政府商討改善領取報告嘅方法。其餘3間檢測中心位於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、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同沙田瀝源社區會堂，服務收費上限240蚊。首階段會運作3個月，並且視乎情況可以再延長3個月。世界衛生組織嘅數據顯示，全球喺星期六單日新增超過65萬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，數字再創疫情爆發以嚟新高，累計超過5300萬人確診，超過130萬人死亡。喺世衛對全球劃分嘅6個地區，歐洲同美洲疫情最嚴重。歐洲單日報告超過28萬宗確診，美洲地區就有近27萬宗。美國、印度同巴西仍然係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最多嘅國家，3個國家累積嘅確診病例佔全球近1半。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，聽日會同9個書展協辦機構開會，商討書展能唔能夠如期喺12月中舉行嘅問題。周啟良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話，過去幾個月有關書展嘅準備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，有超過600個展商已經報名參展，但係因應疫情變化同政府收緊防疫措施，要再同業界商討，佢初步希望可以延遲。係啦，完㗎啦。